那花莲市区的汉品酒店，和地动影响嘛大红单，业者决定要提早改建，煞有风声讲，因要甲86个员工拢总辞掉。汉品酒店表示，因的新闻员工看因敢愿意调去集团的下骹别个单位，若准无爱，酒店会提供比劳基法条件更较好的资遣。那德鲁区的三月村财损是真严重，无法度营业，决定要辞掉40个员工。饭店受到地动影响受损，宏大红色危楼的单仔，家人找到是无用试试，紧急补强结果。这是花莲的汉品酒店，在地经营45多年，地动了后宣布停业重建。地人并册发声明，会保障人客甲员工的权益未受影响。汉品酒店按算要分2批，甲员工拢辞掉。4月份甲69个人辞掉，5月份是17个人，计共86个员工全部拢辞掉。有员工是即届地动的受灾户，即马阁面临无头路，相同的打击，大家是拢烦恼甲。汉品酒店下晡召开内部协调会，讲会优先问员工的意愿，敢是愿意转去集团下底其他营运的单位。若无要继续做的员工，嘛会互因比劳基法较好的资遣条件。员工其实人心都有点茫然，也不知所措，因为现在一切都在等总公司的安排。资方应尽的法定义务及劳方应了解的权益事项来做宣导以及协助。那后续在资方的这个应尽义务的执行上，那我们会来做深切的了解以及监督。消费处表示，员工若是去用资遣，后续会提供就业辅导，协助甲因消解头路。另外，伫德鲁区的三月村饭店，因为路灯期无度营业，决定甲40个员工资遣。因为没有办法经营下去，我们会资遣，最起码你们有一点费用。那看这个国家公园可能要好几年才能恢复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。自己饭店度假屋呢也有一些重创，所以我们就决定呢先资遣这个大概40位员工。三月村伫地动的时阵，有85个人掉伫遐，到在车时全部救出来。不过马上断了真严重。业者评估，因为德鲁区国家公园修复爱几啊年，才会做出资遣员工的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